继续来关心这猪仔疫情，这台中市早起公布初步疫情调查，这误测低调的死猪仔数量修正到78只。不过，这农业部将按照化这场通报数字是97只，和台中市的数字是斗袂歹。防检署就即期讲，这上早猪仔死亡日期毋是10月初10，还有台中市政府就要赶紧厘清，因为讲这去影响到这市场范围感染力掠搁较快。台中市政府早起公布疫调，讲11营地协会通报动保处，讲这个案场死20只，怀疑是猪单独引起的。13猪农咨询兽医组研判是放射杆菌形膜肺炎，家己就囥药啊，加工通报动保处维持原诊断。动保处兽医回报无非洲猪瘟的标准镜头，伫治疗的时阵死亡率有降低，毋过20个出现3岁拍种的猪狗死去，则感觉代志严重。针对猪农讲法反起反倒，死亡几只嘛一直改，市政府表示已经送检调。如果有涉及是伪造文书，或者是恶意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会追究的那也可能会有法律上的责任。电公司78只，按过农业部得到化这场数字初十至21，其实是死97只，又搁出现侦查。防检署是怀疑电通报上早死亡日期是10月初10这个讲法，可能怀疑这个最早的死亡日期可能不是10月10号，因为这个涉及到是不是要扩大这个往前追的相关的人车厂的相关的一个关联厂。误测猪场是300只，当时无正常死亡事件是9只爱通报。不过化这场资料显示，初10至21出现5解死亡，拢超过9只。动保处伫第4解无正常死亡了后，才决定要验。初步诊断也有是疑似这个放线杆菌胸膜肺炎，并不是说重大传染病，所以大概是以这个理由说没有通报。事后证明病毒是重大法定传染病，佫是真歹消灭的非洲猪瘟病毒。因为消毒了后，抑佫伫拍种的猪狗猪条甲胎底的所在验出核酸阳性，防检署建议爱提高强度。如果可以做火焰消毒。然后再做完整的一个消毒，那可能可以提高它的安全度。市政府详细疫调报告，28下晡3点59分送到防检署。农业部29举行专家会议，检视需要加强的所在。即马全国是用高强度消灭病毒。第二轮571场相对高风险的营地场，爱优先查访。若出现无正常死亡，爱随采检送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